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日夜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日增加26779个本土病例，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对即马开始，骑奥多巴、骑脚踏车伫户外做事的人，拢会当被挂罪案。根据报道，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有8月有机会带团访问台湾，立法院的游锡坤10月也带团访问捷克，参议院院长韦德奇亲身接机。花莲凤林的花莲溪有一个50岁妇人人生飘飘河时阵，叫冲水冲走，卡伫肉粽甲下骹送病院救无回来。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6779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有75人，死亡个案有37个。也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指挥中心宣布，对后礼拜一开始开放志工团教师等6类的外籍人士会当入来到台湾，而且对即马开始，即骑奥多巴、骑脚踏车伫户外做事的人，拢会当免挂罪案嘛。最近天气愈来愈热，民众出门拢爱挂嘴暗，实在是真翕。考虑国内疫情转好，为着兼顾防疫、经济甲社会运作，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即时开始，骑奥多巴甲铁马，或者是伫咧户外较空旷的所在做工课的人，亲像伫咧工地施工的人员，拢会当免挂嘴暗。比较空旷的地方的时候会脱下来，如果人多的地方我还是会戴起来，因为家中还是有一些小朋友之类的，不希望被感染。另外，为着促进国际必要的交流，指挥中心嘛同意讲，为后礼拜1、2、5开始，开放6类的外籍人士来台湾，包括志工、传教士、演习宗教教义、实习、国际交流，还有青年度假做山工等等。不过，度假做山工并不是一般的观光。这个对象是指与我国订有度假打工协定或青年交流协定的国民。即马指挥官王必胜新官上任，嘛新增加2个副指挥官，一个是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彦平，一个是经济部政务处长陈正奇来担任副指挥官。未来要向拼经济、甲观光的路线来行。未来我们的确是要朝向这个开放观光、振兴经济这些方向去走。好，那我想2位次长也就是2位副指挥官，除了在他们本来的业务的专精之外，那对于这个行政管理也都相当有经验。因为新冠本土疫情，拜29新增加26779个本土病例，敢若有新北市病例数超过4000例，中重症的有75例，死亡的有37例，拢创下5月底以来的新低。王必胜强调讲，室内室外的运动，进前都已经会当免挂嘴暗，散步嘛是一种运动，嘛当免挂。放电挂嘴暗的规定是阶段性，评估风险了后会当承担。8月份也会继续放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不过当时才会当开放民众归团出国去旅游咧。观光局目前已经有准备2个方案，予指挥中心参考，可能是一个出入境的会降时间来开放。也来讲到咱的民众对外国入来的零加7制度，指挥中心只是讲这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也是爱看国际疫情甲国内的防疫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第3年啊，为少民众拢感觉关甲真艰苦，各国渐渐解封，互跨境旅游也正流行。旅游订房业者根据订房数据显示，台湾旅客今年热天上热门的度假国前5名，由开放观光团的日本摕到冠军，所来都是泰国、美国、新加坡甲德国，这拢是台湾旅客上爱去的国家。我可能日本、韩国这样，因为日币很便宜，所以现在去日本很刚好。不过应该去日本吧，它的美食吧，拉面吧。到底台湾什么时阵会当甲国际同款解除禁团令？交通部进前表示，若说未来1礼拜入境人数比4万人较济，入境检疫3+4一定爱调整。目前观光局已经提出先开放国外旅客入境，再开放国人出国，也是讲同齐开放出入境观光这2案，予指挥中心做参考。这2个方案其实我们都会来跟指挥中心讨论，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说，当我同时开放的时候，其实国人出国之后，他有一个入境量能的问题，因为回来还是要做检疫。那首善之区的那个台北，这些高级的饭店，以前都是一些外国的商务客居多，就是说他们生意还是没办法起色。那你一旦开放0+7的时候，团客可以进来了。说句实在话，台北这些饭店旺了，我们垦丁、花莲、台东的饭店也一定会更旺。外界嘛好奇未来是不是会搁放令边境检疫0+7天？对这样代志，指挥中心是讲这是目前开放的方向。我想0+7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没有错啊。那
时间点，我想现在还没有办法到那个我想说没有办法开放到那里。我想时间会再递延一点。王必胜表示，入境免隔离是一个方向无毋对，不过时间点即马无法度确定，主要是爱参考国际 BA.4、BA.5变异株是毋是会互致死率、重症率提高，也有咱国内物资储存等，拢爱做整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即要进行这地方首长选举，咱来看台北市的这选战。国民党蒋万安批评陈时中10倍趁交这个时阵，利用机会拜票是利用这个公务活动进行选举造势。不过陈时中就甲回应讲，既然就要出来选啊，就唔免搁在底下加线加搭。另外，新北市的选情，林佳龙是话讲新北大翻新。不过市长侯友宜表示，这新北市目前是有伫进步的。陈时中10倍伫卫福部长卸任典礼顶悬2届拜票，蒋万安会甲批评伊并无意外。陈时中嘛直接甲回应讲，要参选的人唔免加鬼加怪。我想未来在选举的过程，民进党会借由相关的行政资源来投入选举，我想这个也不会令人意外。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阶段的任务，要选的人也不用矫情，都要拜托很诚恳的、虚心的，请大家投我一票。针对乡下论坛的议题，陈时中表示，要有实质的意义才会办。以目前来看，唔是袂用的办，是无适合办。那副市长黄珊珊是甲回呛讲，唔通搁补政治议题。继续举办，这是已经10年的活动，我觉得不要再去搞政治议题，我们必须很有自信的去跟国际的城市交流，这是台湾台北的责任。新北的选战，民进党林佳龙竞选总部的人事，由兼任党主席的蔡总统亲身决定。党秘书长林锡尧担任主委，郑文灿甲林佑昌做总督导。针对林佳龙发出新北大翻新，侯友宜嘛表示，新北的进步是现在进行式。新北市的大进步是在进行式，所以我们的都公如火如荼，在转变一个城市的要务性。新北大翻新产业大振兴里面要善用台北港全方位绿能系统整合。这样的一个产业，是可以带来庞大的就业机会，跟商机。林佳龙增加政见，希望甲台北港推动做风力发电、甲智慧物流重要的所在，嘛持续抓案这个案件的空棒，要求侯友宜来公布真相。针对这点，侯友宜回应讲，人民希望会当看到一场清气、无作恶的选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伊的竞选团队也选好这竞选总部了，而且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担任这竞选总部主委。甲前副总统陈建仁做伙行入新丰庙，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选伫大球场做陆战起步，嘛宣布竞选团队陈建仁担任竞选总部的主委。虽然我较早做过 SARS 的指挥官，但是伊即马做指挥官，所以讲伊是相当寂寞的人。但是我即马要甲市长讲，你不再孤独，这道选举我一定徛出来和你做伙挺你，好无？头届强标行程，民进党立委议员客满满，起手阵容坚强，但是中笑讲拄起头也未熟练，未来会做上强的旗母带家啊！面对陈时中对宣布参选到新入竞选总部，团队一概到位，再去到凉州里关怀据点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也是老神在在。对手的阵仗如何，还有他们会有多少的大咖相挺？其实我对我的团队都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都始终相信，市民才是真正的主角。要加油啊！很好，加油！谢谢。朝野两大党选举脚步起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虽然也无选举行程，但伫并且回应最近媒体民调，若加做三卡都，最后可能以弃保决胜负。伊讲轻重甲能力会互市民选择，比赛根本也未开始。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来看到咱台湾甲国际交流的新闻，根据着《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会带团访问台湾。那阵有来到台湾，这就是25年后，搁再有美国众议长来到台湾访问。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也随引起中国中下动地，要求美国地是袂当安排这项行程。不过，咱的外交部说讲，也未收到相关的消息。另外，前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也带团访问台湾。艾斯培强调，一中政策已经无路用啊，美国就要支持台湾对抗中国。4月份因为确诊影响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马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佩洛西会伫8月份带团访问台湾，展现支持。这是过25年了后，搁一届有美国众议长来拜访台湾。8月的时候会访问台湾的这个报道，那外交部呢，我们并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佩洛西办公室无回应。报道指出，白宫对佩洛西这届行程表达关心，敢真正会来台湾也有变数，因为出访的时机对中国来讲是真敏感，拄好是伫美中关系紧张的时阵。除了8月7日是解放军建军的纪念日，80岁嘛有可能伫这几个礼拜来举行。4月份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才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即马中国外交部搁一届提出反对。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他跟我们关系非常好，什么样反应呢？一定是负面的反应嘛。佩洛西他也会考虑到，他跟政府不一样，是他不在乎嘛。前外交部长田建仁认为讲，佩洛西前较早就真支持台湾，地位自清，搁真有个性。若真正要访问台湾，白宫是无法度家主动。另外，嘛几届表态挺台湾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赖斯培，带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访问团来台湾，19总统蔡英文接见。赖斯培呼吁西方国家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佮讲美国应该爱离战略模糊政策较远咧。And of course, it is my personal view tha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That it is time to move away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赖斯培嘛针对台湾防卫政策提出建议，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增加无病房的作战能力，查甫查某拢爱服兵役，而且延长到1年以上。即马国际政要小联手来访问台湾，关心安全防务问题的日本议员团体，嘛会伫后礼拜拜访台湾，包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从枪击不幸过往了后，来台湾宣示挺台湾的路线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也带团来访问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有甲伊接见，两个人拢强调咱拢是民主自由大家庭的一份子。比尔也讲希望台湾会当加入国际组织。另外，咱的立法院长游锡堃10月也带团访问捷克，而且有去拜访问过台湾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韦德奇亲身来接机的相片也放伫咧参议院的网页顶头，展现对台湾国会访问团的重视。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专工来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互相赠送礼物表达欢迎。苏贞昌讲到，虽然在欧之间距离远，也毋过拢坚守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零距离。比尔也正面回应。In this crucial moment, as we have to face as democrac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which does not respect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which does not let countries in peace and nations and their sovereignty are neglected. 比尔也讲到，望台湾会当加入国际组织，也希望促成台欧签署双边经贸协定。另外，过往2年，立法院长游锡堃应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的邀请，带领跨党派立委访问捷克，2个人一对面都来这里小览和握手礼。že tím hlavním úkolem Evropy pro následující období je nalézt své svědomí a nalézt svoji odpovědnost, a ten nejen za architekturu Evropy, ale i nalézt část své odpovědnosti za to, jak to vypadá na celém světě, to znamená například i na Tajvanu. 捷克人争自由、争民主、反压迫、反威权、不屈不挠的精神，令我非常敬佩。游锡堃向韦德奇传达台湾人民真心意，也送捷克韦德奇参议长访台记事，互对方留念。韦德奇亲自接机的相片，也登上捷克参议院官网的头一页，展现对台湾国会访团的高度重视。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咱听听人讲，这水火无情。伫花莲的凤林，这花莲溪水尾，昨发生一桩渡水死亡的事件。有一个50岁妇人人呢，伫咧耍飘飘河，却因为去护这锁啊断去，水互冲走，卡伫咧肉粽角下骹，人找到时阵送病院，有关是救不回来。另外伫彰化有一个查甫人，14去台中北仑山爬山出来失踪，虽然落尾甲伊找到，毋过找到时阵人已经忘去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因为有游客渡水，卡伫肉粽角下骹无法度振动。没有呼吸，我嘛无法度家己啊，迄水足深的，佮水又很急啊。家属讲，一家伙3人为台中到花莲佚佗，无想到发生意外。18下晡，花莲凤林的花莲溪水尾，一家人对团耍水，其中50岁姓刘的查某人虽然有穿救生衣，不过大型游泳裤的锁啊不明原因断去，查某人互大水冲走，虽然有赶紧救人，不过也是救无回来。立即实施 AED 以及 CPR 以及 Lucas。那患者我们送那个凤林荣民医院。天气愈来愈烧热，水上活动真济。专家表示，落水进前，除了头盔会记得戴好保护头，救生衣绑的带爱确认有绑好，尤其是脚旁2条带袂使无下，确保落落水的时阵救生衣袂落去。要耍水进前，若做伫开放水域有看到肉粽角，都无建议伫这个水域落水。这种地方可能它不定时的会有比较急的水流，或者是长时间就是水流很急，那相对就是比较危险的。伫台中为彰化来姓廉的查甫人，14家己去爬和平区马仑山，毋过煞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接到报案，15早起去敲锤，佮出动空翕机去找人。19早起即刻接，真高爬山的跑山秀伫马仑山3角点，往北高大山山壁下骹的水墙发现，毋过看得出来已经死亡。与搜救人员目前于马仑山三角点下方6.5K 处扎营，预计明日携带必要装备下切约300米溪谷，前往事故地点。台中气象局表示，确认所在了后，伫山区超吹队员赶往现场，因为山势真惊，若天气许可，就会当用空轻直升机吊挂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听人伫咧讲，也着错，也着无。毋过，这个高雄凤山有一个国中老师咧，互家长加这个人本基金会改指控，讲伊用棍仔拍学生，甚至会言语霸凌。即摆有一寡已经毕业的学生甲家长来投诉，讲这位老师这10多年来会甲人拍、甲人骂，受害者是毋哪一个。人本基金会也质疑校长是伫咧暗砍，教育局嘛失职。毋过教育局表示会要求学校来扩大调查。有一次我考不好的时候，蔡老师就直接暴怒，叫我去用爬操场一圈。徐某已经对国中毕业棍仔档这位少年人指控老师不当行为。有一个同学，他因为没有写作业，然后就被拿桌上的水壶砸到头。这个月初，原本就甲家长做伙指控这位国中老师，捌用棍仔跳起来拍学生的脚趾片，想袂到陆续佫接到别个学生讲，伊嘛捌用脚踢学生的腹肚3摆。这老师佫会念喙皮，用扫帚拍学生的尻川等等。毋过学校调查了，霸凌案无成立。科级委员会决定记升改2摆。在蔡老师任教的10多年来，暴力的攻击、体罚，还有言语羞辱这些不当行为，不但没有停过，甚至校方也从未针对这些事件做出合理的惩处还有说明。学校是真的不知道，还是选择包庇？教育局不能只是退回申诫，不能只是扩大调查，还要对查出来已经包庇的校长，要给予最严重的惩处。国中校长互人质疑，敢是包庇？校长强调，有人检举就会调查。我到去服务5年哈，有人检举这个蔡老师教学在管教不当的话，就是只有这一次啊，这都没有检举过。那这次我们就照程序来通报，然后调查，然后给他做应处这样。另外，教育局干那书面说明讲，已经退回科技会处罚的结果。会要求学校扩大调查，老师敢有其他体罚的代志，伊嘛呼吁当事人爱勇敢来举发。记者邓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
台华的彰化厂有3座气电共生系统，这操作许可证呢，伫2016年9月就到期。台华向彰化县政府申请延长时间，2届申请拢去互退倒转来，目前工厂已经停工。台华要提告要求国赔，彰化地方法院伫昨判决，这彰化县政府就要赔予人4亿7千多万。伫彰化市的台化公司转型做观光工厂，不过伫这进前，台化员工捌去彰化县府头前抗议真侪届，因为彰化县府驳回台化申请延长固定有奖员的操作许可，害台化停工，员工无头路。若台化是提告要求国赔，因为县府驳回台化要延长许可证的申请，环保署嘛认定这个行政处分违法，所以法院一审判彰化县府要赔4亿7千700万，包含这个营业利益的损失。还有这个所受损害的部分，是包含原告被迫停工所生的违约赔偿，还有资产减损的损害。诉愿经过这个驳回之后，那你第二次还是没有去理会这个诉愿的决定，还是做同样的这个违法行政处分，被认定是违法的行政处分。这2次的行政处分都是如此。台化的操作许可证伫2016年9月到期，彰化县府依照无符合空污法的相关规定，甲台化延长许可证的申请驳回2届，佮要求停工。台化是提起诉愿2届，环保署嘛撤销彰化县府的行政处分2届，不过也是无法度恢复生产，全停工。台化甲县府要求国赔防拒绝，落尾甲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迄当阵做县长的国七顾问魏明国表示，迄时阵拢是尊重环保局做出来决议。因为它的设施没有依法令的规定，所以环保局就依他们的权责不发于他的操作许可。对，我们等收到判决书之后，会依据判决理由来研提上诉。彰化县府表示，会伫收到判决书了后，依照判决的理由延期上诉。若台化敢若讲尊重司法的判决，对目前一审的结果无愿意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发生伫2018年的佛州帕克兰中学枪杀案，造成17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的悲剧。这凶手8月出庭接受审理的时阵，陪审团是来决定讲，敢要甲伊判死刑，或者是甲伊关一世人。当这检方伫咧法庭讲起这法案过程的时阵，在场的受害者家属是听甲悲伤流目屎，希望这款的代志唔通再发生啊！我目镜甲乌色喙暗的克鲁兹，礼拜一出庭的时阵，大部分的时间头咧咧无讲话。2018年29岁，伫情人节即天夜青登去家己方退学的中学大开杀戒，造成17死17伤的惨剧。检察官伫庭上详细讲伊的罪行，佮公布伊捌伫作案前3天，家己有翕影片，伊佮讲要杀人。Those words, those actions.Of killing 14 children, the athletic director, a coach, and a teacher, is why we're here today. Cold, calculative, manipulative, and deadly. 有一个老师嘛出庭作证，说明迄天报案的经过。Almost instantly, I called 911 just out of instinct. They couldn't hear me over the sound of the gunshots. It was so incredibly loud. And that was it. We just hid under my desk. We hid in the corners, and we tried to stay as quiet as possible until what I heard was like a walkie-talkie type of sound. And to me, that's what a police sounds like. So.虽然这个枪击案发生到即马已经超过4年，不过相关的讲法甲证词，现场受害者家属听到那亲像佫拆开内心的创伤，因为一直害头，为忍不住一直流目屎。为了安抚因的情绪，现场员治疗劝台面，希望互家属心理安慰。目前嫌犯已经对17项已经谋杀罪加17项杀人未遂罪名认罪，陪审团要以4个月时间来审理，必须全部拢同意死刑判决，若无是终身监禁，袂使加刑。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根据着路透社的报道，讲这个罗西亚天然气公司已经向欧边国家发出通知，讲因无法度挂保证会当提供互因天然气，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制裁必须送出去修理的设备一直无法度送到回来。欧边国家也开始烦恼讲，这罗西亚会用天然气来正做威胁，目前开始找找替代能源。不过国际能源总署也警告讲，这替代来源无够，欧洲的天然气就要欠咧用。才当度过今年冬天。当地今日高温大量消耗能源的欧洲，恐惊还有难关爱过。路透社19个独家报道指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顶礼拜四发批件，讲合作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已经无法度保证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俄国天然气公司当地进行北溪1号，也就是欧洲主要天然气供应公路的年度例行维修。10天维修期原本2月结束，不过这个批件暗示到时阵可能无法度供应天然气。佮讲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必须送修的设备一直无法度为加拿大送回俄罗斯。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икакого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той проблемы, которая возникла по компрессорной станции портовая, нету. Ну, нету такого решения, понимаете, пока. Компания Siemens пока молчит. 实际上，加拿大已经宣布送行修理好的发动机，运送到德国了后，才由负责提供服务的西门子能源公司把设备送到俄国。虽然德国政府认为莫斯科若是摕到发动机，都无理由限制北溪1号供气，不过俄国的态度显然也有一寡变数，因为烦恼俄国利用长期来威胁。欧洲各国最近拢找找替代能源。德国礼拜一甲埃及达成共识，要进行氢能经济合作。意大利是向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进口真济天然气，欧盟也甲亚塞拜然签署合作备忘录。We will double the supply of gas from Azerbaija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deed, with this MOU, we commit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不过，国际能源总署警告，敢若靠替代能源无够，总共欧洲度量达到90%。一旦俄罗斯决定断气，欧洲会面临能源危机。因评估未来3个月，欧洲都要大幅度削减天然气的消费量，才当度过艰难的冬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罗西亚惹动干戈了后呢，当地政府就甲私人独立电视台乌电视停止播送新闻。落尾乌电视摕到后面的播出这条了后，10月开始伫拉脱维亚继续放送，而且伫 YouTube 顶头也直播新闻甲节目。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сех, кто смотрит телеканал «Дождь». Меня зовут Тихон Зитков. В Москве 20:00. Это программа «Здесь и сейчас». 原本伫罗西亚唯一一间私人的独立电视台乌电视，摕到后面播出的这照了后，10月伫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恢复放送。按算为秋天开始，会规工正常来放送。这部的地点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还有乔治亚的首都提比里斯。不过罗西亚境内的观众若想要收看，唯一的方式就是突破网络的审查，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软体连起的 YouTube 才看得到。Because of all the restrictions in Russia, for example, you get a lot of viewers because they see the links on a Facebook or in Twitter, and since Facebook and Twitter are blocked, even though people are using VPN, but of course the audience is getting smaller. 3月初，罗西亚的电信传播监管单位因为乌电视以战争来称呼2月24出兵乌克兰的行动，因着以达才通过假新闻法，甲乌电视断线停播，也佮指控乌电视煽动极端主义，虐待罗西亚的公民，大规模扰乱公众的安定和安全，也佮有鼓励抗议行动。乌电视真侪员工，国不离中都爱离开罗西亚，伫外国另外找地点继续来拍拼。另外一方面，以德国媒体特派人员的身份，这个月初登去莫斯科的全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编辑奥斯亚尼科娃，17伫社群媒体用伊家己的口子铺文，讲伊佮因为抗议的行为去互当局拘留，原因是伊2天前伫社群媒体抛出一张海报，内容写讲罗西亚总统普丁是凶手，伊的士兵是法西斯分子。3点钟了后，已经是伊的状态，伊讲伊已经回到厝啊。公司新闻欧慧文编译。南韩外交部长朴槿10月去到日本访问2天，有甲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进行2点半钟会谈。这是这3年来日本和南韩外交首长头一个会面。另外19也去拜会着首相菅田文雄。
日韩两国的外交首长做伙甲喙往拔落来，伫记者镜头头前，马文啊笑搁曲手后翘，挑工来展现两国的和解气氛。韩国总统尹锡悦伫个5月上任了后，日韩之间的互动佫出现真微妙的变化。头起先是尹锡悦伫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了后，特别到首年的日本大使馆，甲安倍微上来致哀。然后就是朴正头一遍以外交部长身份来访问日本。日韩的媒体对这件代志拢讲，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任内对日本的关系降下到战后上界歹的状况，所以朴正来访问日本，方看作是双方大和解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讲，就算讲对日本较友善的李明博，还佫有朴槿惠执政的时阵，两国要是伫个即个岛屿的归属，还佫有慰安妇的议题顶悬咧相争袂煞。所以讲，安尼互尹锡悦伊上台了后，来展现出对日本和解的姿态。若是要真正来解决这款历史的问题，这是真无简单。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要举行5天的汉光38号演习后礼拜要举行咯。国军目前先做预备演练，今仔日伫8里的海部要演练反登陆作战，出动分百架车、无机阻止敌军侵犯台湾。另外，陆军航特部也伫咧屏东潮州的空港场有60个人跳落甲上，民众也讲真正有烧热的气氛。日头长炎，官兵全副武装，离汉光38号演习剩无一礼拜。国军无机淡水、台北港、甲8里海沙部，会正做首都防守上界重要的战线。工兵先伫个桥骹演练驾驶防御工事，阻挡共军为海沙部登陆。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放伫个台湾北部，无机共军以战斗轰炸机、甲武装直升机突袭台北港。国军展开反击、甲防卫作战。19早起，乌鹰直升机甲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大声进行半兵力的演演。陆军嘛伫个台北港甲淡水河爆发演练反突击的项目，甲用伫个架桥的 M3水陆两用机动铺门桥车，战争的时阵变作是爆发布雷艇，伫个水顶部署侪玻璃物的汽油桶，来阻挡共军登陆。南台湾陆军航特部19透早伫个屏东潮州空港场进行4架次空港兵的跳伞，还佫有15个人高空神龙跳伞。有家长因为囡仔有参演，报名3点外专工为台中落南来看。延伞在跳的就比较矮，那看起来就，好像有那种战争片那种真的在降落那种感觉啊，亲临现场的感觉。今日该壮观啊！是哦，对啊，很多架机连续那个伞都是圆的，这样跳下来，真的很壮观。东部海峡操演的部分，海军的长途雷达机动车组嘛有加入操演。配向3飞弹机动发射车组，验证东部地区机动雷达站启用攻击了后，由远途雷达机动车组退守侦搜的任务，引导飞弹精准拍到共军海顶的船。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继续用视讯的方式进行。台北市长郭文德在致辞的时阵，有讲到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也讲到禁止台湾往来加石斑进口。郭市长强调交流比关系拍歹搁较好，不过上海市长有关是迄句两岸一家亲。伫荧幕头前，热手小姐们2022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9日天上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也是以视讯的方式来举行。北市主办方是市长郭文德，也有副市长潘正生来参加。郭文德伫致辞的时阵，伊主动讲到强机扰乱台湾，也有台湾出口往来石斑受到阻碍这的问题，重申讲交流是比拍歹去较好。这几年台海局势紧张，两岸对立加剧。比如台湾参与 WHA， 大陆军机频繁出现在台湾西南海域。政治可以分歧，但两岸人民不应当有敌意。郭文德头一遍伫个双城论坛顶悬提出强机扰乱台湾，强调讲，假使若是放风风无咧插，安尼受害还可是百姓。上海市长景正伫个致辞时阵是重申讲，两岸一家亲好好。两岸同胞心之相系，情之相融，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我们也期待两地同心同行，携手打拼。
经前伊嘛回应郭文德讲到这个强击扰乱台湾的争议，表示讲这个问题伫咧过去拢有得到真好的解决，再度证明讲两岸交流是离袂开共同政治的基础。这边双城论坛嘛，针对循环经济、智慧交通，还有危机运动这个领域，双方来签署合作备忘录。陆委会进前嘛强调讲，伫个台海情势复杂，两岸交流都应该爱反映我方的主流民意，还有社会期待，毋是来顺应对方的主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几年前，家人的后生孙安祖伫咧美国涉嫌制造酒精，等到台湾了后，去互检方起诉。不过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拢判决公诉唔受理。到当时间超过法院也未收到检方提出上诉，这也代表孙安祖的这个案件已经收煞。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被起诉未遂制造枪械，所以，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事情发生什么，我都会接受的啊。捌伫镜头前无奈讲出头尾，艺人翁仔某孙平电影的孤囝孙安祖涉嫌伫美国造枪，倒来台湾去互检方起诉。经过法院一二审，拢判决公诉无受理。即马检方也要搁上诉，专案定案。安祖这个事情又特别的久，他从107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但也是希望是说，如果就这样子快点结束是最好的。专案协判无受理，因为立审法院合议庭拢认定孙安祖的触法行为，伫美国的法律未妨处罚，因为犯罪地无法，台湾也就无审判权。回顾规个案情，当年孙平就引去美国，因为孙安祖放掉要对滨州航园攻击，自提个人超出上侵略性质，涉犯恐怖威胁等罪，关押超过200天。经过认罪协商，刑满被释放遣返出境，不过倒来台湾搁面临司法调查。结果没出来，我什么都不好说了。甲美国无共，咱方检方是讲，孙安祖伫美国透过无共网络卖主，搁买枪械的零件，想要造枪。虽然到尾无组装完成，不过也是依照造枪未遂罪起诉。这个官司4年外，到尾孙安祖才脱离刑法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查甫的网球球选手，也就是亚市球王20岁詹俊欣，伊对2019年转做职业选手了后，这礼拜世界排名冲到86名，亚洲排伫第3名。詹俊欣下晡表示，爱继续拼，希望会当拼入去前70名。比赛的笑容一手第一，詹俊欣等来台湾将近1个月，头一遍分享伊比职业赛的过程。伊讲进入职业网球了后，伫国外比赛甲训练有9个月，第6、7个月时阵真上厝，迄个时阵较辛苦。前2年伫夜市啊摆摊的妈妈手受伤，互伊真烦恼。那时候就是他的手也有一点受伤，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非常辛苦。然后就是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都不离不弃这样。爸爸陪伊去国外比赛，妈妈伫台湾照顾小弟。詹俊欣若一解感谢爸母的支持，互伊无后顾之忧。捌摕到法网运动青少年单打冠军的伊，2019年转战职业了后，世界排名伫2021年底开始提升，280名，一路爬到这礼拜的86名，创下伊个人上好的成绩，晋升亚洲前3强，也是新的台湾一哥。年底的时候，刚好有跟一个德国的教练合作。然后合作之后，我在不管是底线的投球能力，还是一些打法上面，对自己变得更了解。就是每次当有人提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会让我自己给自己会有更多的动力，然后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本季提早达成世界排名，进入职业100大的目标。詹俊欣后一个目标是要挑战世界排名前70。虽然是想要进入4大全球公开赛，今年已经拍过澳网、法网、温网，因为拢伫头一轮就话停。伊希望家己伫美国比赛会当拍到第2礼拜，摕到公开赛头1场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伤过热，甲这需求量增加影响，国内又搁出现欠粮的问题。这产地介绍甲批发价一斤拢是起2块，批发价是对50起到52。农委会表示，8月就渐渐稳定落来。另外，今年这猪仔介绍同款受到饲料影响，介绍拢伫咧欠管。北台湾今年春节进前大欠粮，继续几个月，原本就是温度回升，
产能量甲两价的回滚，也毋过加两价无法度恢复啊。台北市农商农业工会证实，为20开始，鸡卵产地计数每台斤是40块5角，起到42块5角，大麦鸡也为50块起到52块。最主要是产量减，就是像说产量减少1、2成过来，佮推磨太济，即嘛拢30度温度，人个等袂掉，鸡仔哪会等得掉？农商工会指出，目前逐工供能量无够在1万箱，大约欠4-5千箱。农委会指出，确实产能量下降，两家换毛，佮加上各路人数增加，才造成这摆起价。目前的状况是由需求带动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调升。换羽的部分的话，最快的话应该在8月的上旬，应该就能够陆续投产。鸡卵伫关介绍，猪肉介绍也因为饲料起来较悬点，饲底成本佫开始为原本的每公斤60多块，提升到80多块。有农民讲，饲哪济料哪济，所以有计划来减产。饲料就加一倍，所以即摆就是了解，至少对了1000以上的。啊，像我叫的2000只猪母，我叫的要饲啊，剩1000只就好。最新统计显示，今年5月所饲的猪仔剩537万5000多只，来到新价。农委会表示，有愿维持伫国内自给率的范围内。针对有声音质疑，今年1到6月猪肉进口量达到6万多吨，我去年的量，才造成猪价起袂起嚟。真歹反映成本，对此农委会强调，进口猪肉以加工为主，甲生鲜市场有分别。产地介绍的关键爱看市场的强势。甲进口量增加关联较低。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高山蛤蟆线是高雄都市化起点，目前记录也有真侪日本时代建筑古洞修炼的红砖厝，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其中4栋这厝主长期欠使用费，2015年本地被寄予法院拍袂掉，市政府赶紧启动暂定告急停书，而且阁去抢标，落要用文字法代先把这厝买落来。经过6年外征收，8月初伫台湾文博馆要和观众来见面。落菜红砖条插座九门，由清水红砖构成的5连栋红砖家厝，建伫1933年见证过迄时具新兵挺的风华，也是存在少数日本时期街区建筑，也是头一栋由公部门为发拍会中抢救的历史建筑。拆除改建大楼会影响到整个哈马星的历史街区的景观风貌，所以就有指示我们希望能够去标下法拍屋。那因为文资法里头有关文资可以有优先承购权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我们就到了法院现场去执行这件事情。义中型 A 墙是典型昭和时期的风格，红砖家厝土地是市府所有，也无建筑物是私人产权。2015年其中4栋互拍卖，市府紧急启动暂定告急停书，拍卖得标卖掉，搁做最后1栋。经过6年外的调查甲建筑修复，将配合8月初的台湾文博会正式公开。2个新修复的场馆，包含爱国夫人会馆跟红砖街屋来启用，来呼应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厚度。如果没有高雄观点，如果没有大南方观点的话，我们这个岛屿的形状其实一定是会有所偏差的。文博会头一摆到高雄举办，哈马星作为高雄现代化的起点，那红砖家厝，高市府将伫这摆文博会开放当地6个日本建筑场馆，包括内部改造咖啡厅的旧3号银行等，将高雄在地元素融入这摆文创盛会。记者综合报道。伫真济文学家甲文信杂志社的推动之下，台北文学馆筹备处今仔日正式成立了。因希望台北文学馆会当保存台北文学的历史资料，卖当互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学。2、1，节目。伫济济文学家甲台北市政府团队的见证之下，台北文学馆筹备处正式挂牌成立。作家向阳表示，台北文学馆的成立会使互世界看到台湾文化的珍贵。它将是台北作为国际化的城市，代表着台湾的文学跟台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或者展示的场所。
台湾真侪文学作品拢咧描写台北人的生活，记录台北这个城市的变化。第一篇小说《台北人》的作者白先勇嘛，特别透过影片表达伊对台北文学馆的期待甲愿望。台北文学馆成立后，希望成为在台北市的一个文化地标。我们大家对这个台北市的文学馆都是非常期待、非常关切啊！我们希望这个文学馆在尽早成立。文信杂志社长洪德平为着台北文学馆的设立走总几多冬，嘛邀请超过100名的文学家、教授来讨论台北文学馆未来的模样。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办了10场5天的100人文化论坛、城市提案。那这100位的文化人的提案，都非常认真的对待台北需要一个文学馆这样的事情。现场有真侪章啊，顶悬是每一个文学家的签名。筹备只是开始，阁爱真侪人斗阵贴章啊，这个台北文学的厝才有法度落成。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市政府管理会总场甲殡仪馆的土地是伫咧嘉义水上区调补，嘛是嘉义县市做伙使用公务区。不过对外联络道路是长过1不时会塞车，在中央政府的补助之下，棍挂工程开始进行。两台车拄好相闪车的跨度，若是拄到上山头的车较济，也是清明的时阵，这条嘉138线就塞较强严重。目前第1期拓宽工程已经完工。第2期目前现在已经完成了西部设计，也已经定线完成，西部设计也已经编完了预算书。那后续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土地的用地取得的作业。嘉义县水上乡的旧调补有嘉义县市共同使用的公墓区，目前嘉义县市政府拢开始进行道路拓宽的计划。水上乡长表示，除了道路工程以外，民众来这拜拜陪墓的习惯嘛爱改。这条路旧咯，伊即摆要拓宽到第2期的啊，到透遮啊，你第1期的，你做到遐尔，你嘛照常踢啊。被扫墓的，就是我们以前规划就是在那边营区啊，我们有一个接驳啊，营区遐大停车场，安尼有公车甲载啊，遮好的设施大家唔用啊，硬要入来啊。但是嘉义市人因拢有接驳公所在。咱嘉义县嘛有。滨总园区原本只有一个出入口，县市政府合作向中央争取工程经费，要甲改造宽速道路。嘉义县政府表示，互双撞车队甲当地居民分流出入，才会当改善长久以来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后壁因为俗女养生记这出戏变甲真出名，后来地方也打造后壁俗女村，吸引袂少少年人回乡创业。最近，搁再成立俗女村电力站，提供经费，也搁提供经营，也搁设计相关的课程，希望来帮助少年人创业，解决因的问题。开2支米露透心凉，这是用在地好米所结出来，有米香、意大利烘饼的披萨，这是台南后壁的材料，在地用米拍出好名声。即马佮配合返乡青年的计划，要帮助少年人创业发展美食文化。这个部分呢是水保持，这是我们的返乡青年的一个计划。那我们用后壁的米台梗9号，然后酿了2支，一支是米啤酒，一支是米加桂花的贵妃啤酒。因为10年前的无米露纪录片庆红，即马佮有出名的戏剧放送，和青寮观光佮再受带动。后壁相关顺这个势，去年先打造后壁俗女村，陆续有青年回乡创业，也今年佮进一步创立俗女村电力站。望提供有理想的少年人有关经营、设计甲包装的培训课程。那像有些青年他可能没有空间的聚落，所以我们也会帮忙协助这一块。我们电力站这边是有空间可以住宿的，因为有一些返乡青年他们刚回来的时候是没有地方住宿的，或是来这边做一些文化深度研究的一些研究生，或者是有艺术家想驻村的，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提供的。目前庄内也有部分的空间当咧征收，这拢是资本泡粉的旧厝，佮有英国买卖来往的番仔景，真有历史的价值。除了要定经理做青年创业的场所，佮接受艺术家驻村创作，在地也望讲，想有愈侪少年人加入，共同打拼，互后壁愈来愈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长期咧推动打击音乐界，一个含艺术教育的朱宗庆打击乐团，逐年秀热拢会办囡仔音乐会。今年是第35年啊，特别以木琴啊个太空做主题，鼓励囡仔伫音乐世界勇敢走出，别放弃追求家己的梦想。
的木琴声、音阶、展出足分明的，结合各种打击演奏，又有高质的陶艺仔囝，要带大家进入魔幻的星球世界。生活的音色五彩缤纷，生活的音色五彩缤纷。长期在推动打击乐甲艺术素养的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第35年办囡仔音乐会，锁定3岁至10岁小朋友，以太空做主题，要带大家在咧 melody 内底勇敢探险。100分钟伊无可能坐掉啊，所以有听音乐1/3，另外1/3呢，用讲故事的方式，还了解音乐，了解一个故事。负责担任这届编曲、主题曲，也有带动曲的东大，捌到过比利时国际木琴大赛首奖，今年才30岁高汉间，伊希望分享伊伫咧学木琴的音乐路，鼓励囡仔着爱坚持，莫放弃，也传达音乐的4大要素：节奏、和声、旋律加音色。把这些艰深的字软化放进就是这次的主题里面，就譬如说旋律的话，可能是 melody， 那我们就叫中文叫做美乐蒂。就是会让小朋友，就是好像无形之间就可以了解了这些音乐的概念。甲组成音乐的4大要素，比如做团体生活的多元甲五彩，朱宗庆乐团甲囡仔兄囡仔姐，一年一届的热天约会，新奇美幻独一无二。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法国巴黎今年7月到8月会伫咧塞纳河边举办巴黎海沙布节，伫咧大街路铺沙，互人感觉讲亲像去到海边遐共款。民众伫市中心通好享受到度假气氛。有大大机车一头的花仔线，还佫有海边仔专门伫互人倒的梯椅，真侪人拢是穿游泳衫行来行去。若无甲你讲，你可能会叫是这是倒一个度假的海边，其实是伫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的边仔。巴黎对2002年开始，每年7月到8月，拢会伫塞纳河边举办巴黎海布节的活动，将一部分原本车伫咧行的马路封起来，伫路顶头铺沙布伫甲亲像一般海边的沙布同款，民众会当伫遮晒日头，享受真轻松的气氛。若是要耍水，路边都有临时创好的游泳池。另外，主办单位嘛有安排各种活动，民众会当伫塞纳河顶头搭阿比亚车、过船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会当耍甲真欢喜。Pour ceux qui ont la chance de ne pas partir du tout en vacances, je trouve ça super aussi, puisqu'ils peuvent rester à Paris et puis profiter de points d'eau, de jeux, pour les enfants, d'activités, de buvettes, de manger, voilà, donc non, c'est bien. 若是在地的巴黎人，连来法国佚佗的观光客，嘛感觉这个活动真好。And it's really privileged to be here, like on this sunny day and at the beach. You can enjoy it here as well a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每年热天拢会举办的巴黎海布节，到当已经有20档啊。尤其是即马 COVID-19 疫情也未完全收煞，佮加上法国的通货膨胀率真悬，生活费用起甲真惊人。对一寡无法度去外地度假的人来讲，会当伫市中心就享受到这种度假的感觉，真正是一项真大的福利。记者甘燕燕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